照发动中国管理处嘅规划，龙田碧行闸主题度假村一个起风来嘅，当天会多最少有150只工作机会，会创造200亿元嘅产出，增加土地利用价值。不过龙田村民认为讲，度假村会提供嘅设头呢，价格如系路通嘅最恰当，会上来嘅观光人潮也冇听错，使得来发落更加创业要早嘅成立。沙等到呢，可能当天会变国潮会过溜收，南汇府区呢农地假使呢已经开始起业哟，也是知道农业发展速度限制。村民齐地恐吓来讨论度假村 BOT 嘅营运对策，一动人少，生活受到影响。尤其2年嘅时节，龙田村同接看到人客青菜叶行地中度嘅路口，每到按潮又按恶做。本居民就懂烦咯。你进度冇错，唔过吼，在那边居民的生活品质相对来讲吼，咩唔好。那当地居民其实就不太希望自己的住的地方就是变成像观光区一样非常的嘈杂，但是人家要来玩，有时候好像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只好自己避开。不过，发动中国管理出3年币，人潮都有带来商机，老创业机会。进步的带动后生人转股票，很多这些教练啦，很多这些场地设施啊，都可以带进很大的商机。最主要还是希望带动地方的一个产业。很多年代推动的观光热潮，也确实增加许多创业机会。尤其旅行服务业的投入，就占了一半较高，很当这出去寻到人的现象。台东地区来讲哦，求工倍数已经超过1了。那超过1表示呢，就是一个求职者呢，可以有超过1个工作机会去找呢。确实，在业界方面是有碰到一些要找人比较不容易的一个状况。不过龙田村民3年币，度假村也饭店所提供的，单单就是大家路通的条路，一级唔高。冇聽錯在想後生人轉股強而識條路，有創業者行緊硬幣。一般傳營業空間人力有限條，所以做嘅成力也有限。不外乎就是客房打扫，或是清洁人员，对，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服务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工作机会是不是真的是当地的人所需要的？我的餐厅大概只能坐15个人，那我就是只能收15个。他再多来的客人，我也没办法去吸收，不过会造就创造更多的利润。本环保团体更加社會係度假村行行起，見本府區嘅農地假使起嘅 CP 較高，想要做農嘅新港中人根本就買唔起。接下來那一帶的土地，因為這些事情開始一路漲上了。那對當地，我聽過很多農民，他們事實上已經沒有能力再買土地了。全球龍田太草坪聯盟強調，政府觀光政策應該更加細緻嘅計劃，詳細評估對順行嘅影響，唔係見愛隨通太開發太建設。客家新聞陳居明，台東報道。